台北太水过后，水利署又提出稳定南浦供水计划，按算6年2441亿的经费，替南浦而来疏通水路，含个开发水源。经济部今日针对地北高频太湖的计划来审议。水利署表示，是会经过行政院核定工程计划，含个通过环境差异分析，请假2年以前如实的通过。反对吉阳人工湖！反对吉阳人工湖！之前环保团体同民农民条件布条去到行政院南浦服务中心抗议，批评水利署利用白水材料后，用稳定南浦供水做理由，编辑6小时的预算，个提起高频太湖计划。经济部出席开会讨论高频太湖修正计划，希望在就本来市场同今年开工。环差的部分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是希望在2月份之前能够有一个结果出来。那行政院在核定整体计划的部分，目前已经进行审议当中，我想这个时间也会很快就会核定下来。高频太湖虽然基建同民国93年经过行政院核定，国旗下摆本地发展推展无意识时期，礼拜为到干涉争议，水利署同本来按算面积700公顷的高频太湖计划，所减到320公顷，按算当日供水是4万吨。如果经济面积改变，国家白水材料还有体系基金目向款呢？水利署讲，记从99年3月启动环境差异分析作业。那过去就是我们在蓄丰济枯的这种方式，在南部地区没有这种比较大型的蓄水设施，像水库这样子的一个设施，所以这个湖的功能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个地方。对民众来讲，其高频太湖了后，引起当日屯水的水丘和造成附近田丘的灌溉水源无啦。水利署讲，咧主要系要补足造水期的水源，对民间团体还有民众的意见，我继续用上免费的方式持续同民众沟通。卡新闻范圈粉刘文辉特别报道。